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无熟无晒，行路小闪身，竟然共喷咸椒啊水共攻击。这是发生伫台北市大安区林江街夜市啊附近。这个受害的男性都好好啊行伫个顶仔骹，有一个甲伊小闪身的60岁太太，常常甲喷这个咸椒啊水。伊当下目睭是有够疼的疼，但是忍起来去救迄个太太。这个太太佫甲伊反抗，佫来赖讲是医生甲攻击的。啊，结果是两个人拢互警察带回去做笔录。这个负责人举一个雨伞伫顶仔骹刷来伸手，这个小闪身的查甫人对方行一个面往内，佫加让放大这个面看一个警官的这个负责人共喷咸椒啊水。知道那边有在吵而已，只知道那边很吵，然后有人说是喷辣椒水这样。另外一段监视器有翕到，这查甫人约进前甲问验过这个负责人讲是你先甲我攻击的，双方伫顶仔骹冤家兼相拍，最后负责人和这个查甫人入伫涂骹。警方伫咧赶到现场了后，将两人带到警察局做笔录，是讲两人并不熟悉是安怎会相拍。其实辣椒水并不是管制物品，在市面上都很容易可以买得到，但它不能拿来攻击别人，只乃正当防卫，不然很有可能会涉及伤害罪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林江街夜市附近，60岁姓陆的负责人，当头白日共喷咸椒水，造成对方的目睭、眼角膜有灼伤，造成眼睛红、流泪、刺痛等不舒服的症状。喷到的话，应该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清洗眼睛、口鼻。最近几年来，有不少乡亲会随身炸咸椒水来防身。验过若使用了无妥当，恐惊会去伤到人。你若吻到喙甲鼻仔，会造成砸到伤；喙甲鼻仔黏膜会受到伤。提醒乡亲，咸椒水防身要注意使用的时机，若无食恐惊会防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